那是9月7号，距离刘翔在伦敦奥运会110米栏预赛中受伤退赛，整整过去1个月了。8月9号，刘翔在英国接受了手术治疗，13号回到上海，10天之后拆线。昨天，刘翔是再次来到了上海的华山医院，拆掉了固定在右脚上长达半个月之久的石膏，戴上了新护具，而这也就意味着刘翔的康复进入了新阶段。刘翔比预定的时间早了半个小时到达华山医院，看得出来他想尽早的拆掉石膏。可以想象，8月上海闷热潮湿的天气里不能洗脚，带着这个又厚又硬的石膏套有多么的难受。刘翔是8月23号在华山医院完成手术拆线的，拆线之后，医生马上给他打上了石膏，目的是固定伤口。昨天石膏套终于被拆掉了。洗脚没洗过，对吧？擦一擦啊。2个礼拜的左右呢，他慢慢的可以就进入这个洗脚就不要紧了。伤后的情况很好。我们看伤口好不好呢？就是看它有没有红，如果不红的话就很好。那么这个伤口的也没有渗出，我们就看这个地方没有渗出，说明干了。可以，伤口情况可以。拆掉了石膏，医生诊断伤口恢复的也不错，刘翔一下子感觉轻松了不少。随后，医生给刘翔的右脚进行了消毒处理。虽然翔飞人面带微笑，但是他脚上长长的刀口看上去还是那么触目惊心。伤口上的凹陷就是为了固定断裂跟腱而植入的4根钢钉所致。脱去了石膏，刘翔的右脚并没能完全解放，他还要带上一个护具，继续保护并且加速伤口愈合。这个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支具，那我们这个叫做充气式行走支具，是一个4气囊的。因为你消肿以后，石膏会容易产生那种空的那种感觉，因为你收缩了嘛，所以的话会容易造成这个2次受伤。所以这个支护具对于这个运动员的这个保护，包括他伤后的这个愈合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个护具里面有5个气垫，这5个气垫将伴随刘翔脚伤康复的过程。它5个垫子是这样的，因为你做了这个跟腱的手术，它其实是跟腱，它必须要抬高，是保证一个就是说你恢复的过程当中不受力。那么我们这个跟腱垫就是为了使它在穿的这个时候把这个脚跟能够提高起来，这样的话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恢复的角度。因为我们现在给它垫了5个，那么每过2周是会抽掉1片，也就是说它的脚是从这样一个抬起的位置慢慢放平到一个正常的位置。2个礼拜一次，一张垫子，5张垫子总共是10周。那么到最后1周还要看它恢复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恢复的情况稍微还有一点那个偏差的话，还要带1周，所以是10到12周的时间。拆掉了石膏，学习了护具的穿脱。昨天，刘翔呢还在华山医院进行了核磁共振的检查。医生说，刘翔的康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检查的流程，刘翔驾轻就熟。从图像上可以清晰看到刘翔右脚跟植入的铆钉。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发现刘翔脚部还有少量的积液有待吸收，但是整体恢复状况良好。接下来的康复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周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康复呢，我们一般的理解好像1期康复、2期康复，还有3期康复。那么1期康复呢，主要手术后急性期的伤口护理的这种康复。第2期呢，我们就进入基本的一种像关节活动度肌肉力量这种康复。然后呢，第3期呢会进入另外更高层次的康复，像本体感觉像这种这个模拟的运动状态这种康复。那么他现在所进入呢是进入了第2期的康复的。为了配合刘翔这个阶段的康复，在英国为刘翔手术的卡伦医生为他制定了跟腱康复计划。中方的医疗团队则把计划细化之后讲解给刘翔。
伤口这样的线条，你呢不要这样旁边扒，朝中间挤，就自己捏好这伤口的地方，这样朝中间揉一揉，让它皮肤跟皮下能够分开，将来不会粘住。其实刘翔自从接受手术治疗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康复训练。在进行身体康复训练之余，他还开始补习文化课知识。昨天陪同刘翔复诊的人不少，有上海体育局的领导，有国家田径队跨栏组的领队队医，有教练孙海平，还有翔爸爸刘学根。翔妈妈不敢面对儿子的伤口，所以没有来到医院。其实刘翔回国快1个月的时间了，但他一直住在上海新专训练基地，并没有回家。英国回来还没回过家，因为呢什么都，他住在学校里呢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呢，他回国以后大概过了2、3天，他就开始做那个康复。因为康复了要有一定的器材，或者有边上有教练的帮助，所以他回家呢，很多的方面不太方便。现在呢，他基本上已经到力量房、健身房了，也去做那个康复了。现在开始上文化课，一个月上几天吧，一个星期上个怎么4节课左右，就是您了解他都就是哪些老师来给他上课吗？是外语和历史，还有运动心理学，基本上先学这个3个。刘翔不在家的日子，翔爸翔妈几乎每天都往训练基地跑，探望儿子。看见儿子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错，父母才稍感安心。康复是他自己是天天做的，因为呢，他自己也开心，把衣裳撩起来看看，他说还可以，1个月下来还没发胖，还保持正常。摸摸那个腿，就是手上那个腿，悄悄看看，他说。这个小腿细了很多，后来笑笑。刘翔昨天除了进行核磁共振检查，还做了 X 光和 B 超。在等待儿子检查时，最近一直奔波的翔爸爸睡着了。普通人伤筋动骨100天，更何况刘翔受的是跟腱伤中最严重的一种。对于刘翔和我们来说，必须多一份耐心和等待，等待一个健康的刘翔回归。